Iron Rice Bowl. IRB 嘅 Mike，咁今日又再同大家傾一傾琴日出嘅一單新聞。琴日咧，香港金融管理局咧就即係 HKMA 啦，佢咧就出咗一篇新嘅新稿啦，咁同埋推出咗一個新嘅措施叫做治安全，咁就希望咧就可以去打擊呢個騙案。老實講，當我第一次睇到呢個新聞嘅時候，心情都幾複雜。因為呢個議題有時候好難一刀切去講佢係好啊定係唔好，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我大概用5分鐘嘅時間咧，去就一就究竟成個政策措施嘅內容係啲乜嘢，我哋又可以用啲咩思考過程去諗下呢件事究竟係咪真係有幫助？如果你都覺得呢條片有幫助嘅話咧，就歡迎訂閱同埋撳下鐘仔。首先我哋睇睇一啲令人哋好心痛嘅事實。今年2025年1月至10月咧。其實咧，因為詐騙嘅損失咧，就已經超過91億㗎啦，比上年同期咧，係差不多高咗成一半咁滯。平均每一名受害者咧，其實佢損失嘅錢咧係大概20.7萬。20.7萬其實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可能其實係幾年嘅積蓄，亦都可能係屋企人留俾你嘅遺產，都可能係你準備嚟結婚啊、買樓啊、送仔女出外國讀書嘅錢。但當呢啲錢一被詐騙集團攞咗之後咧，就一去不返。喺呢度我就諗起一個比喻，想像下你住喺條村裏面咧，呢條村好多人近排就好多賊人出沒，專門就呃啲老人家開門。佢哋有時會扮水電工啦，有時會扮政府人員啦，扮下遠房親戚啦。但係點知一道門一開咗咧，啲積蓄就冇晒。村民跟住就開會討論啦，我哋應該點做咧？有人提議就話，不如我哋設立一個制度，如果你想開門俾陌生人入屋嘅話咧，你首先要去村公所登記，話俾啲職員聽你想做乜，職員就會問你幾條問題，確認你冇俾人呃緊嘅時候咧，咁就俾你開到門入屋啦。呢個其實就係治安全咧個嘅底層嘅核心邏輯嚟。具體嚟講，治安全係點運作嘅咧？第一，你自己會自願去將你銀行戶口裏邊嘅一部分存款定為一啲受保護嘅存款 （protected deposits）。咁第二，當你想去提取或者轉移，即係想你 withdraw 或者 transfer 呢啲受保護資金嘅時候咧，你就必須親身去到銀行嘅分行去同職員咧面對面傾，去核實身份。咁第三咧，銀行職員跟住就問你幾條問題，例如話你想用筆錢嚟做乜咧？有冇人催你咧？你識唔識個受款人㗎？識咗幾耐咧？第四，如果職員覺得有可疑嘅，個交易可能會被暫緩，直到咧係被核實為止。關鍵係呢一個係一個自願參與，一個自己可以選擇 opt in 嘅計劃，即使冇人逼你。金管局副總裁琴日阮國恆先生就講話，治安全咧係為存款加多一層保障，係一樣非常有用嘅防騙工具。可以增強銀行客戶自己保護自己嘅能力，亦都係防騙工作中嘅重要一環。呢句説話值得我哋細心諗諗。佢嘅重點就係話自我保護呢一句，即係話係一個俾你自己揀去保唔保護自己嘅工具。其實一個措施其實背後嘅邏輯係啲咩咧？其實睇翻究竟佢想解決嗰個問題係啲乜嘢。以呢一個治安全為例，佢 target 嘅咧就係一啲詐騙案。詐騙案之所以成功咧，通常都依靠住3個元素。第一，佢就為受害者製造一個緊迫感 （sense of urgency）。佢同時間咧都唔希望受害者可以同其他幫到佢嘅人聯絡，因為隔離受害者 （isolation）。同埋最緊要快刀斬亂麻，有 immediate action， 即係話，如果而家你唔轉咧，就會太遲。咁騙徒可能成日都會話你今日唔轉錢咧，機會就冇咗㗎啦。又或者話唔好同任何人講，否則會影響調查。
或者要叫你而家即刻轉，聽日轉就太遲。好多受害人喺呢啲壓力底下咧，其實冇時間去停低諗清楚，亦都冇機會同信任嘅人咧去傾一傾，又冇製造到空間俾自己去質疑下對方嘅説法。而治安全嘅設計咧，就喺呢個環節裡面插入咗一個 pause button，一個暫停鍵。翻我哋條村嗰個比喻嗰度啊，如果你要去村公所先至可以開門，咁呢個過程會發生幾件事嘅。第一咧，你要行出屋企，呢段路程本身就係一個冷靜期，一個 cooling off period。嗰個即刻要做嘅壓力咧，其實係會減少嘅。第二，你要同村公所嘅職員解釋，當你好大聲咁講話，我想開門俾一個自稱係我侄仔嘅人入嚟攞10萬蚊嘅時候，你自己或者都可能會覺得唔係太妥。第三，職員問你問題，問你有冇見過呢個侄仔，佢點解自己唔嚟村公所？呢啲問題都有可能令你即刻醒覺。第四啦，即使你最後仍然想開門，呢個延遲俾咗時間真正個侄仔打電話嚟問，或者同你講我冇揾過你喎。呢個就係我哋成日所講嘅保護性摩擦 （protective friction）。英國嘅數據話俾我哋聽，類似嘅職員介入措施，呢啲 staff intervention protocols 咧，其實可以將67% 嘅詐騙案咧減少。唔係因為職員叻過騙徒，而係因為嗰個暫停嗰個 pause 本身就係嗰個力量。但我唔想扮到，例如話任何政策都係冇代價，因為任何誠實嘅分析都係要承認政策之間係有取捨嘅。翻條村嗰個比喻啦，如果你屋企真係有緊急情況，又或者你媽咪喺屋企跌親，你要即刻俾錢佢睇私家看護，你係咪都要去村公所咧？又或者如果你係一個好注重私隱嘅人，你可能會覺得點解我同村公所職員要解釋我點樣去使自己啲錢啊？如果你行動不便，如果你翻工時間好長，根本冇辦法喺銀行營業時間去分行咧，其實呢啲都係政策實施嘅時候好實際要考慮嘅代價，我哋係唔應該忽視嘅。而且有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我哋要諗一諗，呢個係自願參與嘅政策措施，但係最容易受騙嘅人，會唔會正正係最唔會參與呢個計劃嘅人呢？又或者騙徒其實會唔會調翻轉，識得教受害人點樣 opt out 呢個 service 呢？我冇答案，我只係覺得呢啲問題都好值得我哋去諗一諗。又不如睇下其他地方點做。新加坡揀咗另一條路，佢哋話如果客戶啦採取咗啲合理預防措施，呢啲 reasonable precautions 嘅時候，但仍然係受騙，銀行係需要賠償，需要 reimburse 翻，但比率大概係16% 度。英國就更進一步，佢強制銀行咧係需要賠償最高85,000英鎊㗎。呢兩個地方嘅邏輯都係一樣嘢，個責任嘅 liability 咧應該係放喺有資源嘅機構身上，而唔係單單放喺個人身上。香港我哋現時採取嘅邏輯就唔同，香港就話我而家俾個工具你，你要自己揀用唔用，自己去承擔後果。邊個啱？老實講，我唔知道。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價值觀嘅選擇。你相信保護就應該係集體責任定係個人責任呢？即係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啊，定還是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啊？你覺得自由 freedom 同安全 security 兩者應該點平衡呢？呢啲答案呢係冇標準答案，但我哋應該要意識到咧，我哋而家係正正做緊一個選擇。咁我哋返返轉頭問，我哋應該點樣睇呢個政策？我哋應該點反思呢個政策咧？我想提議一個framework 俾大家去諗諗。大家不妨問下自己幾條問題。第一，問下動機係啲乜嘢？究竟呢個政策措施想解決嘅係咩問題？91億嘅損失，4萬幾宗個案，呢啲問題的確係真實嘅。第二，我哋問一問邏輯，咁呢個政策措施點樣去解決到嗰個問題？係咪透過引入暫停 pause 呢樣嘢去打斷騙徒嘅劇本？呢樣嘢又好似聽落邏輯都係合理。第三，再問究竟個代價係啲乜嘢？呢個政策措施會唔會有咩副作用？會唔會有啲咩 side effects？例如話冇咁方便啦，私隱嘅考慮啦，參與率唔確定啦，呢啲都係代價，都係真真實實嘅。第四，我哋就要問個證據喺邊度？我哋推出個政策可以係有好好嘅原因，但係一個政策能唔能夠需唔需要延續落去，我哋就要睇下個政策係咪真係有效。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問題。
我諗我哋12個月後需要望一望究竟參與率防止咗幾多電騙案嘅數據，去再決定下一步。例如話，如果參與者嘅騙案率明顯係低過非參與者嘅咧，呢一個政策咧就有價值啦。如果冇乜大分別嘅時候，或者好多合法嘅交易被大量阻礙嘅話咧，我諗我哋需要去重新評估。喺度，我想分享一個好私人嘅諗法作為轉結。我阿婆今年就80幾歲，佢就唔係好識用電話，但係佢就好信人。每次我諗起啲電騙新聞，我都會諗起佢。如果有一個制度可以俾佢轉錢之前，俾一個人問佢：阿婆，你識咗呢個人幾耐啊？你點解要轉錢俾佢啊？我覺得呢個係有價值嘅。但我同時都明白，唔係每個人都係我阿嫲。究竟有冇人會覺得呢一種保護係一種冒犯嘅咧？而呢一個會唔會都係一個合理嘅諗法咧？所以我諗，我今日唔會話俾大家聽你應該點諗，我只係希望大家能夠透過今日我哋提供嘅分析，可以更加清楚你自己點諗。如果想更加了解 IRB 喺公共政策上面嘅分析，歡迎可以去 IRB 我哋嘅 Policy Express Bundle 或者我哋網站啦，www.iamriceable.com 咧，嗰度去睇下我哋嘅最新 update。多謝你今日嘅時間，我哋下次再見。